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，唱歌称赞伊的荣光，用赞美的话显明伊的荣光。全地会敬拜你，吟诗称赞你，会吟诗学罗你的名。请起立，咱来唱圣诗第27首《我主上帝》。让大家同心来祈祷，听从阮的天父，阮感谢学罗你的大名。伫全世界疫情遐尔啊严重的时，阮台湾会当伫遮会当伫阮的公园教会会当来实体的礼拜，阮献上阮满满的感谢。你怜悯阮台湾，虽望是一个小个国家，但是阮有真侪国外的友情，日本、美国、立陶宛，抑个捷克斯洛伐克，对咱台湾的疫苗的援助，主啊，这是公义的代志，阮羡慕这种的代志。求主你祝福阮台湾。阮台湾会当成做世界的帮站，你互阮台湾有国产的疫苗，主啊，求你祝福，阮会当援助全世界弱小的国家。感谢你，虽望伫疫情当中，有真侪兄弟因为健康的关系，因为各种的跨路，无法度实体来到阮的教会。主啊，你是圣灵、圣神，求主你甲因同在，透过网络时时刻刻同齐咱来敬拜你。阮感谢你，也求主祝福，因为这个疫情
阮透过网络下各小组的团结的聚会，求主你嘛大大赐福，感谢你。主啊，阮光复教会两位牧师交伫你的手中，伊是你竞选忠心的奴仆，求你赐予因大大的灵视，有意向知影如何来牧养羊群。阮感谢你，安尼恳求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恭读客应文，客应文第24篇，也就是诗篇100篇。我来客，兄弟来吟。全地啊，着对上主欢呼，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。伊创造咱，咱属伊。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，着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。伊的慈爱永远存在。恭读上帝的话，今仔日的经节记载伫是咧哈。咱即马要来唱圣诗178首，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，大家坐咧就会使。恭读上帝的话语，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7章24节到27节，由我来恭读。耶稣甲门徒来到迦百农的时，有一寡收圣殿的税人去问彼得：“恁老师有纳圣殿税无？”伊讲有。彼得入去厝内的时，耶稣先问伊讲：“地上的君王是对什么人收关税，也是人头税？”
是对本国人，也是外国人。西问你想安怎？彼得应讲对外国人。耶稣甲伊讲：安尼本国人就毋免纳税咯。不过咱为着无爱得罪遮个人，你去湖里钓鱼，钓起来头一尾，甲鱼个喙掰开，就会看见一个囡仔，摕去互因，替我甲恁纳圣殿税。以上，今仔日咱请咱的元良长老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说言算命，咱欢迎元良长老。咱三个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即个疫情全世界你流行的时，你要顾阮台湾有一个干净、清气的土地，渐渐伫遮会当接近会当去实体礼拜，阮真感谢你。今仔日去阮大家来到圣殿的中间，伫遮组织，久袂当伫遮做伙，今仔日伫遮伫你恩典下家，大家三见面真欢喜。求主你的灵，今仔日伫即中间运行，也伫网络顶悬，甲参加礼拜的人，拢总会当做伙。我咱恳求祈祷，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牧师特别我交代讲，今仔有升级礼拜吼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囡仔拢伫即个所在，有叫我讲毋通讲伤长，想讲伤深吼，所以我会真紧甲我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代志来甲完成。会当互这升级的礼拜，咱紧紧来开始吼。咱大家人，你看圣经上，拢会久拄检查，拢会去看到一个注意到一个细细迄个小杂的所在吼，敢若一个圣殿的角头一个一个灰尘伫遐去看到安尼共款吼。我从细汉差不多高中了开始读圣经，家己咧读的时就注意到即个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吼。这段圣经呢，对我来讲印象非常的深。伊讲的是讲彼得呢出去加利利海内面钓鱼，钓着一只鱼内迄个鱼内面多一箍银，都会当纳迄个税，互迄个罗马的政府。我常常咧想讲，这是臭拄看出去拄钓着一只鱼，钓着迄只鱼臭拄看伊的喙拄一箍银伫了出来，会当纳税，就可能偶然是毋是？我感觉。愈想讲，这内面有愈深的一个道理伫咧。敢是咱人生的现象，拢差不多是安尼。真侪时阵，咱甲人至接，你想袂到的场合，你堪咪熟悉；你的女朋友、你的男朋友，可能是一个某一个场合，你堪咪伫遐熟悉，伫遐结缘，亲像彼得去甲迄只鱼结一个缘，拢甲钓起来共款。所以人海茫茫的中间，你有钓到迄只属于你的鱼无？你有一个特别的场合，有着一个查某囡仔，是你所意爱的，迄只鱼你有甲钓起来无？即只鱼钓起来是敢拄好是你所需要的，亲像彼得伫只鱼内面有发现一箍银的，会当去纳税。伫茫茫的人海，你所拄着即个查某囡仔，还是查某囡仔，是毋是？迄个拄好是你生命最好的伴侣，伊拄好符合你人生孤单的人生内面需要的另外一边无？我愈想即段道理呢，愈深。人生的路中，安尼你行，常常你回顾，常常有当不时目睭起伫遐想想，感觉哦，即个真正有真深的道理伫因内面。所以呢，我要甲大家坦白讲，差不多20当前，我伫遮讲道时，我捌讲过即个题目。但是渐渐，逐当安尼你经过时，人生去遭遇无共款的时，会愈较有深的体会。所以伫10当前，其实我伫遮有讲过第2届，我即个题目，今仔日过来讲一届。因为每一个阶段对人生的体验愈来愈无共，特别是年纪愈大了，对人生的体会、对信仰的感觉、对信仰的腔调，愈来愈无共款的是，对即节的圣经有更较深的体会。即条河内面，是一个湖内面有真侪的鱼，但是只有一只去互彼得钓着。遐个无去互彼得钓着迄只鱼，通讲就是咱世俗一般咧讲，甲彼得无缘啦，无缘。伊无诚做彼得所需要的迄
迄只鱼。换倒头来讲，迄个钓起来迄只鱼，通讲是命中注定，甲彼得要结迄个缘，伫遐来完成彼得的使命。即款的人生的造物，即款的人甲人的互动，就是华人的世界，你假说生命现象的一个理论，一个哲学的思想，一种的人生观，都有缘。啊，这个缘甲命互相你综合、你对比、你进行的时，就是咱人生一切现象的开始。不过呢，你若细细甲想，这个缘甲这个命，虽然是讲对人生现象的解脱，但实际上伊是真消极的一个看法。往往就是讲一个足无奈的场合，讲哈，我的命安尼无法度，注定安尼歹命，注定一世人落落，注定一世人艰苦，注定过这个无路用的翁。共款，所以一款无奈的表现，是一款消极的思想。为什么会安尼？因为咱知人生拢无完全，拢无顺利，人是非常的有限，无人会当看尽所有你介意的对象，找到全世界上好的对象，较来结婚。我想无人，因为你生出来，你可能伫台湾，你就袂去熟悉伫英国的查某囡仔伫遐甲伊结婚。这是你人的限制，莫讲遐两，你伫心地大汉的，你若毋是去学校读册，伫学校伫遐熟悉时，你真困难去熟悉一个伫屏东的人，甲伫遐结缘。所以人是有限制的，无人会当看见过尽千帆吼。那个西瓜咧讲，无人看见天下的查某囡仔伊较结婚。我伫美国40当前有一个朋友，伊是一个真好的家庭的囝儿，伊老爸是台北附中的校长。所以伊甲我讲，伊要追求完美，因为伊讲伊有迄个条件，所以伊讲加上迄个相亲，甲交迄个女朋友加起来，伊拢总呢差不多看查某囡仔交陪过，拢总有108届。但是最后伊嘛是结婚一届尔，一届了，我转来台湾了，无过久以后，听遐乡亲你讲，伊嘛是已经离婚吼。这就是人生是有限，你无能看尽天下的查某囡仔，甲选择你真正上对你上好、上有缘、上命定要甲你做伙，迄个查某囡仔结婚。较伊无共，我敢若捌一个，一个我就结婚啦。所以无共款，每一个人的缘甲命无共。人生是无完美的，别人的人生可能比你较好，也是讲你永远拢感觉别人的人生比你佫较好。真侪当前有一个香港有名的歌星。电影明星叫做张国荣，伊跳楼自杀。伫个遗书内面，周刊有来报道，讲伊遗书内面写一句讲：为什么是我？所以虽然伫正内的眼中伊是真成功的人，但是会写讲为什么是我，表示讲伊对伊人生毋是真满意。所以人生拢毋是真完美的。这个无完美中间，真侪咱的期待，咱的囝儿嘛无一定完美。我会记得我伫台咧读册。教册时有一朋友，因夫妻拢台毕业，伫社会讲看起来这是成功者，也是真聪明，所以呢囡仔一定是真好读册，真好考大学一定考得足好势，甚至嘛是要去台读册。但是真趣味，伊的囡仔考几啊届大学拢考袂着，迄是40当前，所以迄阵大学较少。即摆你若要考袂着，可能无遐简单哦，逐个拢有通读册。但是你的主路嘛是无完美的。虽然你爱安尼，虽然你想讲你有这个命，你有这个基因会当互你的囝儿真成功，但是无影。上帝安排无人知，生命安怎走行你无人知。人生非常的无常，真侪代志咱无法通控制，无法通预测，无法通了解。人讲生老病死，生不逢辰，生毋对的时阵，老。人生拢会老，青春拢袂过来。特别是我这初老族，60、70岁，感觉哦，拄啊要变老，青春打过，佫迄个青春的生活佫伫记忆内面，但是已经要老。真侪时阵会感觉真哀伤。嘛人会破病，有的人得癌症，有的苦难，嘛有真侪死亡。我遐佫真少年就过身，后迄站伫美国，转来台湾了去墓地甲看。我期待讲去遐看，一定足侪老人亲像50、80岁、70岁伫遐墓碑有咧写伊的名纪念伊。迄个时阵还佫无火，较少迄个灵骨塔哦。但是真惊吓，我去看的时候发现可能有
1/7到1/6呢，其实囡仔的梦，是囡仔的梦。所以我就想着讲，我少年时阵读一个诗人余光中伊写的散文内面有一句话讲：讲死神真通踮即个所在开一个幼稚园。所以人生就是安尼，毋是讲你老你开始死，少年嘛会死，囡仔嘛会死，无常，你无可能有了。离别，真侪时阵咱离别，一别就成永别。真侪时阵拢是安尼。你看迄古代的诗，苏东坡纪念的诗内面，足侪拢是纪念的离别，少年的小弟苏子由的即个故事。所以人生你无法通控制，所以伫即个无法通控制的人生内面，你要去解决迄个无奈，你得用缘。讲这是无缘啦，你着用命，讲我命就是安尼，无法度，我只好去接纳伊。这个无常，这个无完美，这个无法度计划，这个无奈，你要含伊做伙来共同生存，那就是用缘甲命来解说。通讲缘这个名词，是一款的偶然，是一个特别的安排甲机会下骹会发生的代志，叫做缘。所以这是一款佛教的观念。啊，那命呢？命通讲是你生命中间一个限制，你写做啥物款，你就是安尼。所以缘是一款机会，一款偶然；命是一款的限制，一款的命定。你虽然讲生伫好样的家庭，迄嘛是一个限制，因为你伫好样的家庭，你无法度去体会散车的过程，你无法度去体会散车的滋味，所以你可能是自我中心、真骄傲一个人生。佛家咧讲，人甲人做伙是一款的缘分。咱500冬，较咱修行，较修到一个咱做一趟共一只船，共一只船来过这个河，是一个缘分。所以咱今日大家伫这个所在，那用佛家的讲法，就是讲咱大家有缘，所以有缘千里。按美国、按台北、按各位，咱来遮三较做伙，甚至逐礼拜伫遮做伙。所以通讲，咱的人生若生出来呢，就是一款甲世间的结缘。老去呢，人讲缘已经退。啊，若破病，讲即个缘有欠缺啊。那死去来讲缘已经尽，看世间的缘已经尽；离别来讲缘已经消去。所以缘是一款的偶然。佛家讲，你既然是一个偶然，你毋通去执着，毋通去硬要掠条啦，爱放，毋通去要安排。缘会起，缘嘛会煞，所以毋通讲，较讲缘尽，毋通强求。咱常在伫新闻内面看到讲，男女相爱，一方无爱对方的善，特别是查甫有当时，当前伫清华大学就发现讲去摕迄个王水硫酸去破迄个面安尼吼。所以缘是一款的偶然，这个偶然因为咱对人生无法度有规划，无法度有安排，所以有产生一款的缘。但是到了儒家孔子的时代开始呢。伊讲缘还阁无法度解说人生的现象，伊个一个命就是讲你生出来伫家己你身躯顶悬的限制，你天生的条件，你的身权，你的性别，查甫还是查某，你出生的家庭，你是兄哥还是细汉囡仔，细汉囝，你出生的国家，你生得水也歹，你的个性，你的智慧，你的性象。你是毋是真侪时阵，我希望讲，虽然咱对同性恋会伫团体内面、伫宗教仪式内面、甲宗教理念无一定会接受，但我真希望讲，大家对同性恋的人会当有同理心，因为真侪研究拢表示，即个毋是伊学习，还是刁过，还是犯罪，较变作一个同性恋。伊真侪时阵会研究看着，伊是天生的一个现象，所以是伊的命的天分上第一大。所以咱毋是讲主张讲伊就会当来即个遮结婚，还是讲伫遮含迄个教会内面服侍啥等等。我想无共款的人，无共款的背景，无共款的团体，对这有无共款的看法。但是望大家会当有迄个同理心，因为这个现象有当时是一个命，毋是你会当控制。有缘通做伙，但是却无缘通结婚。常来讲，这就是你的命。所以。民国初年的一个诗人叫徐志摩，伊甲伊的太太张幼仪结婚了，嫌伊伤土包子，就要去看追求上大生追求婚姻，尾个无堪伊结婚，尾下伊追求陆小曼。伊的老师叫做梁启超，结婚典礼时阵就无客气，甲骂一段。但是伊写一张批，讲互世界全中国人看，讲
我甲陆小曼的爱情是得之我幸，不得呢我命。伊讲这就是我的命就无当堪伊做伙，若袂当堪伊做，就是一个命。所以这个命的观念，伫汉人的历史内面，汉人的文化有真侪发展。所以孔子讲，伊讲的讲，咱爱知命，爱知你的命，意思讲每一个人爱知影家己的限制，你的角色。所以伫你的限制内面做代志就好，你毋通想要突出。这个伫限制内面来做代志，遵守各种的礼仪，这就是礼。礼义廉耻的礼所以呢，做官的贵族，伊就是贵族的命；做田的，伊就是做田的命；做事的，做事的命。所以孔子讲，伊较爱的是讲，咱爱知命，知影家己的命。到孟子的时阵，伊就较讲问，伊就讲，较会使干那安尼，迄个命是真正是限制伫我的身躯，但是我要决定我家己的命运。所以孟子伊上有名一句话是啥物话？叫做养天地正气，用天地的正气所以伊的个性、伊的学说是足刚猛的。较矮的人，嘛是拼命紧拍篮球，拍到比着较悬的较高。你知迄有偌艰苦？因为拍篮球，你跳起来，人手啊，甲你压咧，你着吃火锅。但是呢，你毋通因为你矮，你着安尼，你在立命，你在刚猛，你在克服你的命运，你在用你的各种办法来突破你这个命运。所以就是讲爱立命突破。所以咱最两日伫东京有一个拍印我百姓毋知这拍印啥物意思，尾也知影讲是残障的奥运我看了一个新闻的报道，毋是真诶假即摆足侪假新闻，我嘛无一定知影。但是这个新闻我感觉真有激励。伊讲有一个无正手的，也无两支骹的，敢剩一支倒手，但是仰式游泳破世界纪录。这真正是孟子的精神的极端的表现，无要接受你的命运的安排，一定要突破。一定要人定胜天，要赢过这个先天的限制，这就是你爱立命。这款生活是真艰苦，所以真长一段时间，到了春秋战国的时阵，有另外的思想出来。对于命的安排来讲，有庄子的思想是讲爱安身立命爱安命毋通干那立命，安命就是讲你在安命，就是讲你要接受这个限制。所以这是一款消极、较平静的人生观，讲安命。咱莫去突破咱爱乖乖接受咱命运的安排。安尼是你的人生伫内面自然有伊的意义，有心灵的平静。这款的思想伫咱汉人的社会里面不时的出现。你若较无用，你有一日你坐伫你想要来安命就好。我即摆就是差不多伫这个心态下，走去草地早时看花看水安尼安命较平静的生活。但是到孙子的时阵，伊佫讲致命，致就是这个控制意志致命，致命就是讲，你得爱甲你的限制来做伙生存。你毋通讲伫这个限制内面来表演你的角色就好，你也毋通积极要突破这个限制。你嘛毋通消极讲我莫做啥代志，反正我的限制我一定要到这。你得爱甲你的限制来共同生存，但是你毋免强求去突破，人定胜天。你得伫这个你的限制内面找到你的意义。甲你的生存的价值，留下伊全身拢是残障，但是真好的利用这个残障，互大家世界、全台湾、全华人拢注意到这个问题，所以伊价值伫迄个所在产生出来。为着要避免人有限性，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拢有人定胜天这款观念。你看咱伫圣经内面巴别塔下骹的人，因讲伫圣经内面记载讲，来咱来起造一座城，甲一座塔，塔顶会当通天，塔顶会当通天。这创世纪11章所讲所以这种人的限制就是遮尔悬。我167公分半，无偌悬，但是你嘛无法度超过250公分，真少。但是巴别塔下骹的人，伊讲咱来做伙来突破咱人类的限制，来起一座城，起一个塔，这个塔爱通天遐悬，非常的孟子。毋尔呢，真侪时阵，咱拢爱知影咱的命，爱知影咱的目前以后的发展是啥物。所以，若有一个命会当我知影未来的走向，我的生命要安怎去行的时阵，毋知偌好。所以，真侪人，我若知影命就好，我明仔载迄个27日的迄个骆驼要啥物对答要安尼偌好安尼吼。所以，这个圣经内面嘛是有这款迄个人生观的人，佫是一个史书，叫做基甸。
既然上帝拣选你，伊毋知影家己有即个能力无？伊爱知影我是毋是有即个命，有即个能力，是毋是有会当超出即个限制，互我会当起来领导以色列人。所以伊甲耶和华要求讲：我若真正有即个名，历史书记第7章安尼记载讲，你将名在伊迄个拍丢的拍切仔的所在，中间一撮羊门，你互伊过去个迄撮羊门拢淡淡，边仔拢大大。安尼我会相信讲，我有即个名人做即个代志，我会让有即个名来做史书，来甲即个非利士人战争。过日起来，真正照安尼发生。伊嘛阁无把握，伊希望知伊真正有即个名，确实有即个名。伊讲倒变过来，明仔暗，明仔早起来是是毋是会当羊门的所在大大，其他所在淡淡？结果起来真正是安尼，所以伊知影伊有即个名，伊希望会当事先知影。所以真正人伫上命，就是爱知影家己的命运是啥物款。因为命定既定固定伫遐上，可能你就无法度去改变。也是讲真正有迄个命的上，你就可能坐等命，也是讲毋免做做了，有一日迄个财富就到你的身躯。我嘛真爱即个知影我未来，即个上命即个代志，真侪人爱做，但即个上命有当时真正会控制你的命运，互你了解讲互你伫遐有期待。我会记得我伫美国40几年前、30几年前、40年前的时阵。有一个朋友的妈妈，伊真爱相命，足够相命。我可能捌甲大家分享过，我真爱伊即个相命。伊我讲，我看你的面吼，48岁会趁大钱。我听得足好事实上，我咧想讲，我真紧40岁出头，我就离开学术界，离开学校，离开研究界，去社会伫产业伫遐拍拼。冥冥中可能我受到伊即句话影响，将来社会来趁钱，人讲我会趁钱安尼哦。但是到今仔日70岁超过，我赚的钱，我的人生赚的钱，可能都无甲红海郭台铭的零用钱、一日的零用钱遐济，所以实在是迄个物会影响。每一个拢爱知影讲你的命是啥物款。这个缘甲命来解释咱人生的现象。咱基督徒来看，我个人的感受，一个时阵，拢有安尼真深的看法，就是讲基督徒感觉缘甲命无够，袂当来解释人生的现象。咱爱知影，更较根本的问题是啥物人主宰这个缘甲命？是啥物人互人生的运作？互你感觉是一个偶然？互你感觉是就有限制？其实咱无相信讲一切拢是随机的，咱相信耶和华上帝，咱相信有永远的活命，咱有相信有一个神，伊是主宰这缘甲命的代志。所以咱基督徒相信有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，无所不在的上帝。你无法度避什么？约拿想要逃避上帝，但是3日后伫希伯来，伊知影讲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伫迄个所在。迄是一个全能的上帝，创造宇宙，安排历史。所以咱基督徒的信仰中，应该无应该有这个偶然的观念。所以咱诗歌内面有一首诗安尼讲：境遇好歹是主所定。这是圣诗内面藏在大家咧笑吼。我一时无查着看第几首。境遇好歹是主所定。马太福音伫这个所在，咱今仔读的讲，彼得出去钓鱼，钓着一只鱼，这是真小的代志，真小，就是钓鱼钓一只鱼，甚至咱去有着人海茫茫，有着你所意爱的人，伫遐做结婚有缘做伙，你有命堪咪做伙，有缘堪咪做伙。这嘛是人生无偌大的代志，这是小事，但是有主的意思，毋是偶然，有主宰者伫遐左右。较大的代志，约伯的受苦，这嘛是圣经记载真清楚，是上帝应允下骹，互魔鬼来进行安排的。所以大事小事，拢是上帝所安排、所管理。所以是你的缘，嘛是你的命。两个人结婚是上帝所定，恁同款有这个缘分。你嘛有同款这个命运，所以全知全能的上帝甲人的关系，就是透过这个缘甲命伫咧运作。但是这个命、这个缘甲这个命有一点伊无讲到，伊敢讲到人生的现象，伊要讲到人生的结束。人生的结束是啥？你要去对啥？这个时阵就是救恩，就是咱的信仰伫遮要突出来。咱的信仰的重要一点就是，咱坚信有永生。咱坚信有永远的活命。如果若无这个永远的活命，我相信咱今仔日踮遮结束，
无需要直接自毁，因为用缘甲命作势嘅，假设你生活上遇到困难，你咪无奈要来克，拢总会当解决。如果若无这个永远的活命，咱无需要做伙，咱无需要直接讲我是基督徒，咱无需要直接崇拜敬拜。你知影，就是咱相信有永远活命伫咧。啊，有永远的活命，人生的意义就自然产生。你就袂感觉茫然，你就袂感觉讲做无常。因为人生的意义安那？你生出来是啥物时候？你对迄个永生来到世间。你老的是啥物事？你行向迄个永生，永远的活命。你死的时候，你回归转去伫个永生内面。你分别是讲，嘛是啊，个伫永生下个，只不过大家行无同条路，最终你嘛是要行去到永生的所在。所以你若有永生，有永远的活命是啥？你就知影，一切拢是上帝计划一部分。只不过上帝的世间，互咱每一个人，因为缘无共，因为命无共，行的路拢无共，伊所负担的责任也无共，伊所要笑的歌也无啥共。不过有一项共款的日子拢会过去，每一个人拢一日一日接近永生，接近这个永远的活命。咱毋是讲死，咱是接近永远的活命。这个中间，咱无迄个资格去接近永远的活命，因为接近永远的活命一定要是圣洁的。所以上帝互咱一个物叫做救恩。你有这个救恩的时候，你可以当甲是永远的活命结连，你就袂感觉人生是一个无常，人生是一个偶然，是安尼突然发生，是命定无断改变的。你才有这个救恩，你甲永远的活命做伙。但是这个救恩内面，我第一感动的，较早咱有一个上帝人瓦克，较早讲咱会当交托。但是伫上帝瓦克甲交托进前，有一个更较核心的迄个观念。亚伯拉罕，上帝讲你将你的囝献互我，带去摩利亚的山顶，要伫遐甲献祭。去到遐是啥？上帝甲阻止，所以伫遐备办一只羊仔伫迄所在去献祭。所以伫创世纪22章的时候，我印象真深一句话：亚伯拉罕甲迄个所在名叫做取一名叫耶和华以勒。耶和华以勒的意思讲，上帝有备办，上帝有备办，有缘无缘，有命无命，人生是苦难，人生是无奈，免烦恼。上帝有备办，你要挖可以，但是你爱事先知，上帝要备办要互你。亚伯拉罕迄个要杀死因囝，遮大代志，伫遐上帝有备办，何况咱人生小小可的变化，上帝拢有备办。所以伫迄个22章14节的后半节，伊佫讲吼，上帝试探你啊，上帝其实已经有较好的备办。伊讲，所以到今仔日，佫有人伫遐讲伫耶和华山顶，一定有备办伫迄所在，迄真有意思。圣经中，若你讲山顶的时候，拢常常讲是甲上帝来亲近。比如讲，咱讲摩西是迄个西奈山、何烈山，伊若甲上帝亲近，伊去山顶，伫遐跟上帝面对面见面。伊若以利亚伫加密山顶悬，山顶甲上帝亲近，所以伫遐镇营所谓假神地。耶稣伊遇到困难的时，伊去山顶，敢若山顶去遐祈祷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拢要去山顶，甲上帝亲近。去山顶的意思，就是要甲上帝亲近。若无，你的人生，你会看到人生是真正偶然。看到你会感觉我就无这个命。看到你感觉拢是苦难。但是你若有甲上帝结连，你有去山顶甲上帝亲近，你知影上帝伫凡事顶悬，伫咱人生的路顶悬，伊拢会有备。上帝有预备，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以勒，上帝有预备。所以因为有这个上帝有预备，这个信心了，这个救恩变得有意义的。所以因为上帝拢会有备，所以免烦恼，你通倚靠上帝，你通倚靠，因为伊有备伫迄所在。真济时阵咱真感觉讲。佛教拢在修行，有当时就是修行30，有当时就7日去山顶修行吼。因要靠这个代志来甲修行，甲提升到一个迄个得救的境界。但是咱真明白甲大家兄弟姊妹讲，咱基督徒毋是他力，毋是自力得救论，家己的力量袂咱得救，一定是他力得救论，一定是透过上帝的救恩稳定，你才会当得救。靠家己本身是无可能的，但是你要安怎靠上帝？你可以敢靠上帝，因为圣经里面真明白甲咱讲，上帝对咱一生
拢有自闭，拢有弊病伫咧。雅各伊出走，为了摕遐个即个种子的身份，因遐个要抬的时，出走的时就旷野，伫暗时，伫遐做梦，我哋上帝喺天顶的天梯伫遐行。伊要转来时，毋知因遐个要对待，伫遐足无安尼安全感的时，伊遐嘛做梦，甲上帝的天使伫遐摔跤。尾啊，到迄天光的时要走的时，伊无要互走，伊掠条咧，甲天使掠条，无要互走。讲你一定爱我祝福，较要互走。所以真知影上帝伫遐有备，所以要求这个天使、使者，大家祝福，较要放伊煞。所以大家兄弟姊妹，咱得安尼相信，咱的信仰互咱相信。咱人生虽然真济，甲缘无缘，还是命，拢有关系。人生伫遐现象咧发生，你无法通控制。但是你会当起条，迄救恩来时，你无要甲放去。你要有雅各这个态度，看到救恩，你就冲过去，有条咧，要求伊要祝福，毋通凊凊彩彩、简简单单安尼互甲放煞去。咱今仔真侪人可能真正是未信者，你今仔来到这个所在，就亲像雅各伫遐祈祷，去到圣的所在，才有传播，才有传福音，互你知有这个救恩伫咧。我毋望大家来有条这个机会。你茫凊凊彩彩放这个救恩甲机会刷去，安尼是啥？你的人生是真可怜，因为迄个救恩伫了，先知也是讲这个祖雅各遮尔伟大啦，伊伫迄个机会做梦看到耶稣事迹，伊甲掠条毋放伊刷，这个甲掠条咧，这个福音这个机会掠条，这个救恩甲掠条，这是真重要一个人生的态度。所以你若有这款的人生，你若有知影有永远的活命，人无人去到啊。上帝一定爱有救恩，你才能甲永远的活命做伙。你若甲永远的活命天条做伙上，你的人生就有意义。你毋免靠缘，也免靠命；你免算缘，也免算命。因为你倚靠上帝，但是因为上帝要咱倚靠，因为伊有备伫迄所在，你就通倚靠，你就通交托。安尼时阵，咱会当做着比保罗伫新约里面所讲的讲，腓立比书第4章伊讲啊，你若是基督徒。你无啥物理由通悲伤，伊讲要喜乐，要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。所以伫这个世间有真侪人，你追求这个缘分，有真侪人用偶然缘分来讲咱中间的互动，还是讲用命运来解释咱不幸甲苦难。但是你也是一个基督徒，毋望你有这个看法，咱爱甲永远的活命做伙，你的人生较有意义。你的人生的世间，无一项代志是偶然，无一项代志是命运。伫这个命运下骹，一定有上帝的陪伴伫个所在。你在牵条这个陪伴，像雅各安尼透明，毋放这个树架刷，一定要得到祝福。你今日来到教会内面，有遮尔侪人甲好的福音传互你，有遮尔侪好的见证，亲像你雅各记得天使伫遮出现共款，你在抓掉这个机会，毋茫轻易就放伊刷去。你所在牵条咧，安尼，你的人生中，你有遇到无缘分，你有着无喜乐，有着苦难，有着歹命，有着无奈的神，因为你有牵条这个救恩，你会知影上帝有准备，耶和华以乐，你就当倚靠，你就当交托，安尼，你就当像保罗来讲，足自然讲。保罗讲这句话时，拢感觉足奇怪，恁开会安尼？你这自然一定是安尼，你有这种一定是安尼。所以就讲，你毋知喜乐，爱常常的喜乐。我搁讲一解，上帝所赐予人的出人意外的平安甲喜乐，你拢摕会到。你在心怀意念，拢伫迄个所在，毋免烦恼，毋免惊吓。所以毋茫讲，咱伫这个世间内面，虽然真侪咱无人了解，咱要用缘，要用命来解释。但是较重要，咱的信仰互咱知影，缘甲命的主宰是上帝。是安那上帝是要咱会当来倚靠，因为伊是对永远的活命来，伊爱咱等于伫永远的活命。既然我这个世伫人间经过的生命是甲永远的活命牵条咧，安尼咱有啥通对这世间的安排有通艰苦，有通忧愁？咱就安尼会当超脱这缘甲命。所对人设落来的一个限制，大家来记得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毋是白白一个人，阮知，阮是你所创造，阮也知，
你是永远的活命，你要爱阮，甲伊结连，互阮通知影，我伫世间不过是过程，阮来对永生来，永远的活命来，阮去也是要等于永远的活命。所以，阮因为安尼，阮的人生70当80当，甚至100当，有产生的意义伫迄个所在。阮会知伫这人生艰苦路程中间，阮会遇到真济问题，阮会感觉命无好，我感觉我无缘，但是阮知上帝你对一切你拢有备办，因为安尼，阮敢倚靠你，阮敢交托你。所以因为即个倚靠甲交托，阮无理由无喜乐。阮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，阮要常常喜乐。阮嘛伫教阮伫咧，互阮过一个喜乐的基督徒的生活。安尼恳求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请起立来唱回应的诗，135首。救主，愿你做我牧者。请提刷落来，咱主日学要来献诗，从心里说阿门。吟诗刷，咱请雨欣执事来主持升级礼拜。
跟平安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举行我们的升级典礼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先从我们的大班今年要升小一的孩子们先开始。那因为人数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升小一会分2批进行。那我念到名字的，请到台前来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由我们梅比谷的永国长老来为我们颁发祝福。好，那我念到名字的，升小一的有黄以真、杨一山、郭芊芊。好，这是第一批的，我们先来到台前。那第二批的，古家凯、陈兆提、郭品明、方宇乔，请先预备一下，那等一下再到前面来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请永国校长来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位是以真，以真。好，那我们大家给他一个掌声。好，第二位天天。好，先站着，那个以真，我们等一下来一个合照。好，先在那里站着。好，第二是我们芊芊。他们都是要升上国小1年级的孩子。好，接下来是13。好，那接下来后面的有嘉凯、赵提、品明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是给13。好，那我们一起看着前面的那个曾诚老师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先回去。好，那接下来请赵提跟品明来到前面。好，他们也是我们今年要升国小1年级的孩子。好，那我们先给赵提永国老师的祝福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品明。好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我们要颁发是升国1的孩子，那一样是由我们的梅比谷永国长老来给他们祝福。那我念到名字的，请到前面来。有郭敏佑、陈佑云、黄信元、陈燕熙、林宏安。好，那我们请那个永国老师来颁给我们佑云，他今年要升国1咯，恭喜他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颁发升高1的孩子。那因为我这也会分2批，因为人数比较多，为了安全的防疫距离。那我念到名字的，请到台前来。第一位是王凯成、黄威翔、徐家具。好，那后面的恩熙跟怡心先预备一下。好，那为了那个颁奖的顺畅，我们就一起合照就好，不要再个别照。好，那这次呢，我们请到我们的少气的辅导师员来为我们给他们祝福。好，我们恭喜他们，他们都要升高中咯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前面的相机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请我们的恩熙跟怡心来到前面，他们也都是要升高中的孩子。
好，我们给宜心祝福。再来是恩熙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会继续颁发的是升大学。那升大学就请念到名字的来到我们的台前。第一位是陈巧薇，第二位是庄晨燕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我们就请那个你吗？好，我们请那个学青的辅导曾毅来为他给他祝福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谢谢。那我们的升级典礼就到这一边。那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。各位兄姐，我们一起来为这群学生来祷告。创造万物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每一个小孩，也感谢你带领每一个学生即将进入新的阶段，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。感谢上帝，你一路的带领这群孩子可以来到你面前，也进入新的学习。求主你圣灵帮助他们，在即将开学的时候适应新的环境。也许在新的学校会遇到许多不同的老师、同学。求主你帮助这群孩子，愿意敞开他的心，来接纳彼此不同的老师以及不同的同学，也尊重这些他看起来所觉得不太一样的老师以及不太一样的学生。求主你的圣灵帮助这群孩子更敞开心胸，来接纳彼此，来尊重彼此，也赐给他们在新的学习开启他们的心，开启他们的脑，来帮助他们学习。而在这个学习过程中，主求你帮助他们更追求真理，也能够更认识上帝，进而更认识自己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求主加添更多的智慧与力量在这群小孩身上，让他们将所学的能够帮助别人，也赐给他们一颗谦卑的心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主你的恩赐与他们同在，而这些学习不是为了要让自己知道很厉害，而是让自己知道自己很有限，更倚靠上帝。主求你赐给这群小孩有一颗谦卑学习的心，而在学校的学习过程中，求你帮助他们有喜乐的心来学习，有开心的心，有热情，有兴趣来学习每一样科目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帮助他们找到自己喜欢的，而找到自己喜欢所学习的科目。而在这个学习过程中，也帮助他们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，而是看重上帝你所创造每一个小孩有不一样的形象，有不一样的恩赐，有不一样的特质，帮助他们可以活出上帝你所创造他们的形象，所创造他们的样式，让他们开心的学习。而在学习过程中更认识自己，进而也更认识上帝。而这样的学习帮助他们一生可以荣神益人。主在这个升级仪式，我们也要为着每一个小孩的家庭来祷告，求你帮助小孩子在家庭过程中也能够活出上帝你的话语所教导的，让他们在家庭就像在上帝国里一样的喜悦平安，而见证你的耶稣基督，你就成为他们每一个家庭的主，也在这个学校生活上活出你的样式，让他们可以见证你的名，而进而这样的生命吸引到同学愿意来到教会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一起敬拜你。主都求你带领这一群小孩，也带领每一个小孩的家庭，求你祝福他们。而每一年的升级营，不只是小孩要升级，也求你让这些同工、老师、家长也一起升级。或许有一些家长、有一些同工、老师不太了解小朋友，但求主你赐给他们智慧，帮助他们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小朋友，也帮助他们
愿意来理解小朋友所说的话。主求你祝福每一个家庭，也祝福每一个同工老师，也祝福他们在学校的老师有更用心来指导每一个小孩。我们都将所有的小朋友交在你面前，求你继续带领，一路上有你的同在，你牵着每一个的小朋友走过生命学习的每个阶段。小孩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即马咱来奉献，请奉献的同工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无迄个奉献袋啊，咱无用奉献袋啊，咱的奉献会当放伫后壁的奉献箱。请起立。阮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阮谦卑来到上帝面前，承认阮的罪甲不足。阮所有的一切，拢是对上帝的恩赐。阮奉献只是咧表达阮对上帝的恩赐，一点点的感恩。阮奉献阮的金钱、时间甲财钱来参与推动福音的事工，使搁较侪人会当体验到上帝拯救的爱。安尼感谢甲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妹，请坐。老师有要报告哦。好，咱来报告。今仔日主日，咱的元阳长老伫这2堂来礼拜。目前元阳长老还佫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就是长荣中学董事，伊代表长荣中学来遮请安报告，请兄弟关心奉献，关心奉献，大家听有吼？嘿，嘿。那第二点，今仔日有小朋友会升级咧，升级礼拜，请真正咱大家为即寡这是拢是咱教会的囡仔，会当来求主来保守伊。智慧甲善良同齐来长大。咱本会有向内政部申请，这个防疫期间咱实体礼拜的人数，伊是互咱有100名的这个名额。咱各楼站的人数，咱遮拢有写吼，大家来参考。万一你去逐个楼站，若个名额若讲超过，请你用于到其他的楼站无人的所在，人较少的所在来看闭路电视。感谢你。第4点，咱除了咱实体的礼拜以外，咱嘛有网络的直播，这顶悬有这个时间，请咱大家参考。新竹中华教育部伫本周9月初4，借咱的教会来举办这个教会领袖同工的培训课程，主题是牧养我的样，屏东和平教会青年牧养，讲师是葛兆熙牧师欢迎有负担的中级来参加。总务组有恢复这个台订便当的服务，有需要的人伫楼骹来登记，50块自付，其他不足咱教会的补贴，但是咱目前无开放内用请注意。
因为咱这个内政部已经通过这个人数的限制吼，所以咱实体礼拜会当来慢慢来恢复请各团体来留意这件代志。好，那防疫期间无法度来教会嘛，欢迎你用这个网络的转账的方式。以上。牧师有要报告。这还有一个新朋友。这个拜六呢，咱有一个真特别的训练会，这是特别为着咱的青年这个训练，所以咱的同工若是感觉讲咱对青年有这个负担，想要了解这个事工，伫屏东和平教会所做，咱就来参加。因为特色就是足够做青年，安尼所以呢，这住的人数拢是青年为主，安尼真特别，所以咱来学习。这也是因为呢，目前伫真侪教会中间，青年的事工会较弱，所以特别邀请伊来，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机会吼。拄咱教会会当安尼做一个开放100人，所以咱会提早来报名。伫即个教界的消息中间，就是有咱总会甲台湾圣言公会合作，有即个翻译即个现代台语本的汉罗版圣经。咱过去有一个汉语版吼。这个汉语版这是已经较旧的吼，即摆佫有一个新翻译，这有定啦吼，有定咱若是讲，这有定然后有较俗的时，咱就报告，咱知影有这个事代志就好吼。咱欢迎林宗启弟兄，林宗启弟兄非常欢迎。林宗启弟兄呢，阮这礼拜是特别为祈祷，上帝有听阮的祈祷吼，感谢上帝。我相信上帝稳定伫个心上，会当经验到，安尼继续来参加咱的礼拜吼，非常欢迎。请起立唱上营的诗歌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吟诗煞，咱请牧师祝祷。上帝啊，伫你真大恩典中间，看到这个细囝因慢慢来成长。上帝，你的恩甲因三甲做伙，嘛甲因所有这个家长三甲做伙，也甲因的家庭三甲做伙。看见这个囡仔长大的时阵，上帝啊，我就献上感恩，因为你看见因的身躯长大，你嘛互因的肉体、因的智慧，甲听上帝的心长大。伫这中间，嘛看见咱的主耶稣老师因怎样陪伴因的成长的过程，将上帝你的真理教导因。主啊，我就相信，这是你互教会这真大的使命，互细汉囝成做你的产业、家庭的产业，嘛教会的产业。互阮当心伫因的成长过程中间，而且伫信仰的过程中间来陪伴因。上帝啊，恳求你来祝福伫因的身上，也祝福所有因的家庭，祝福伫主日学这个老师。感谢你，互阮有这个积分，伫因的成长中间，会当培养因成做敬虔的后裔。愿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叹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默祷，愿上帝祝福，也祝福
所有咱伫网络咧看直播这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甲咱三同做伙，